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阮伫这圣的主日，也伫一年一度会员大会中间的准备的中间，阮三甲组织伫教会，阮伫遮学罗你、敬拜你，来就近你。愿你的神充满伫阮中间，愿你的阳光也降临，充满伫阮中间。来帮助阮，照着你家己所应允，照着你家己所教示，因为你的阳光降临伫阮中间，就要互阮来合作一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成做主你的应允，你的教示的见证人。感谢恳求是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利未兄弟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伫礼拜日，咱做伙来组织。今仔日，咱也要召开会员大会。那会员大会是咱长老教会每一个堂会一年一度、一年一次的盛会。愿主引带咱搁一遍来看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。伫遮讲到，这是伫即个约翰福音17章第20节到26节。我来读头即2节，20到头即3节，20到22。我毋若为着遮个人求，也为着对因的话来信我的人求，互因拢做一个，亲像爸。你点伫我，我点伫你，互因也安尼点伫咱，就互世间信你找我。你所互我的阳光，我已经互因做一个，亲像咱的做一个。我点伫因，你点伫我，互因会完全来做一个。感谢主，咱读到遮，互因会完全做一个。咱较习惯讲合做一体，咱通常是咧讲合而为一，也是讲合做一体。圣经甲咱解释讲，耶稣伊将伊的阳光赏赐互咱就要合做一体，也是讲要做一个，愿伊的话成就伫咱的中间。求主引带咱，耶稣基督要离世进前，伊为着伊的学生来祈祷。这祈祷的内容，咱来看17章有记载。其中有一项，耶稣特别为着伊的学生祈祷。就是为着因会当合而为一来祈祷，为着因会当合做一体，为着因会当做一个来祈祷。感谢主，耶稣了解伊的学生，当然耶稣毋但了解伊学生，耶稣也了解全人类。耶稣伫遮所祈祷，毋但是为着遮个人祈祷。23讲。毋若是为着伊学生祈祷而已，也为着以后因为伊学生的话来信伊的人祈祷。简单讲，就是为着所有的基督徒祈祷，为着当时的基督徒，也为着历世历代后来因为这学生到普天的去传福音了后，因的话透过因的见证来信耶稣的人，这个人。也包括2000年后咱这群人来祈祷。耶稣为着咱祈祷，为着咱会当合做一体，会当做一个合而为一来祈祷。感谢主！如果这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，可能我想耶稣应该袂讲吼，为着咱个人讲爱食啥物穿啥物祈祷。耶稣毋是为咱祈祷者。为人身体欠营养，像阮囝我有一个囡仔袂爱食蔬菜，我会为着我的囡仔需要食蔬菜，我会为着伊祈祷。总是耶稣为着咱世间人祈祷，迄个祈祷书伊伫遮是讲，为着伊学生，为着因为因的学生的话来信靠耶稣的人，为着因会当做一个合做一体来祈祷。因为这毋是简单的代志。
基础锻炼咱合一，教会需要合一，家庭需要合一，夫妻需要合一，同工需要合一，工作职场也需要合一，国家嘛需要合一。咱求主引带咱，咱要来领受，也是讲追求即个合一，咱需要对主的教示来看即个合一。因为有真侪人咧讲合一，我听到尾啊嘛无啥啥。我感觉咱干脆对圣经的教示来讲，咱求主引带咱。圣经的教示甲咱讲，耶稣伊的祈祷，伊就是求伊讲，伊将伊所赏赐互伊学生的阳光，应该安尼讲，伊将天父所赏赐互伊的阳光，赏赐互伊的学生。耶稣所赏赐的阳光，伫咱的心上，咱就要做一体，咱就要合而为一。咱求主引带咱，合一真正毋是简单的代志。我会记我囡仔时代，我青年时代咧看这故事书《三国志》，第一句话是啥物？话说天下，过来咧，合久必分。后一句咧，分久必合。我囡仔时代青年咧看即句话时，感觉讲这毋知咧写啥呢？后来渐渐有影呢。人做伙有时有尊呢，有时感觉讲啊，大家真捌字，会真斗阵呢。我青年时代啊，去过无共款的教会，伫无共款的教会实习过，看到教会中间有诶，足好诶，足捌字用。即摆话，迄当阵佫袂晓讲捌字，即摆感觉讲足捌字安尼。若见一个礼拜煞啊，迄阵青年啊，就是话中年青年，大家真好，就烧酒啊，上山下海，大家足好诶。啊，无拍算10几年后，我佫甲伊问讲：啊，恁即马佫有咧联络无？无啦，10几年后讲无联络啊。因为个人有个人的前途，甚至用套一句话来讲，叫做死的死，倒的倒。有诶就转去啊，有诶就毋知走去倒去啊，散去啊。总是咱看着讲人甲人中间会安尼。伫迄个3、5年，也是7、8年中间，大家真会合，很谈得来，嘛会当讲真同心合意。总是经过8年，经过10年，经过12年，渐渐，大家就逝去，就关系就渐渐就较无来往，较无敲电话，较无来往。总是咱求主引带咱，这个合一到底是咧讲啥物呢？合一是毋是一定要做伙叫做合一？做伙是毋是一定有合一？我毋知这咱若如果你会当咱若开放口音会啥物情形？做伙就一定有合一嘛？合一就一定有做伙嘛？我家己咧想，后来我家己有我家己的答案，敢若无一定。因为比如讲，有当时啊，有人就讲夫妻中间尚且会怎么样？貌合什么神离，甚至会同床异梦。有人夫妻就上请会安尼啊呢？何况是讲非亲非故？感谢主。所以讲人甲人做伙，我后来咧想这个代志。耶稣讲为着伊学生，为着基督徒来合一来祈祷，这是咧为希望咱会当咱的关系会当入到什么款的境界，也是讲咱会当进入什么款的迄款的同心的中间。咱求主引带咱。耶稣伊学生中间有无共款的人，耶稣为着伊学生会当合一来祈祷。一定是有发生什么故事，其中耶稣学生中间，咱讲迄个班长就是叫做彼得，因为彼得个性最冲动，
佫有一个耶稣一个学生，换大弟子，叫做约翰。即个约翰的特色吼，就是含耶稣讲话拢足近的，足活的，拢是30公分以内咧讲话。所以若听即个约翰若听耶稣讲话，拢听得特别清楚。有一摆伊含耶稣讲话，伊甚至大话伫耶稣胸坎，耶稣在他的耳边低语。所以约翰大概若听耶稣讲，拢听啊足清楚。但是彼得毋是，彼得是即人是吼古道热肠，啥物拢要冲第一的。总是彼得甲约翰即两个人，若伫圣经中间，咱注意甲看，敢若只有两个人吼是好同学，总是敢若嘛有聊啊竞争的关系，然后一点点。若要争讲啥物人是爱，啥物人要最大，有一摆伫马可福音第9章33节到37节，有一摆因咧行路，耶稣可能行伫上头前，迄阵学生行伫后壁，伫后壁嘻嘻叫，毋知咧讲啥话，真大声讨论。迄厝诶行路，就到目的地，到伫厝内，耶稣就假无伊，坐伫遐，他住伫路邻，恁是咧讲啥？你们在讨论什么啊？原来因伫迄下晡，伫迄个行路中间，因是咧讨论讲，啥物人要做大，啥物人要做头人。简单讲就是谁是老大。耶稣学生中间需要讨论这款问题，因为因认为讲，耶稣伫山顶将伊的身，伊迄个阳光的迄个形象变换落来，耶稣要引导咱来诚做即个反抗即罗马政府啊，无得卡时候得要到啊，所以因就开始讨论，伫耶稣若开始带领众人来诚做一个犹太国家的时阵，当然啦，咱这12个人拢是有特别有功劳的嘛，是毋是？所以咱即马将内阁拢来传好，啥物人做行政院长，啥物人做立法院长，啥物人做副总统，紧来甲传好。12个人歹瞧呢，瞧拢袂好势，瞧甲耶稣就问讲：恁是咧讲啥话？所以耶稣就甲因勉励讲：啥物人要做大的，就做落尾；啥物人要做逐个的领袖，就做服侍人的。耶稣伫遐勉励因，总是真趣味。因需要去瞧即款代志。有一摆彼得就看到即个约翰甲雅各伊的老母去找耶稣，毋知去讲啥物，敢若是家长私底下去找老师共款，毋知咧讲啥。原来对因即个约翰甲雅各的老母去找耶稣讲。以后我即两个囝真优秀，以后一个坐你正边，以后一个坐你倒边，安尼毋知会使无？无拍算叫彼得看到，彼得后来就走去问约翰：你有够无意思的啊？较有人私底下做即款代志的？亲爱兄弟，耶稣学生中间有类似即款的故事。耶稣太了解伊学生。所以耶稣伫遐为着伊学生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保守因做一个。伫17章11节，就大声有讲到，求天父上帝来保守因，来合而为一。耶稣知影，当伊对死搁活了，伊离开。耶稣知影伊学生的光景的状况。后来，耶稣甲因为着因安尼祈祷了后，后来因变做啥物款？咱来回想，到使徒行传，有圣神充满伫因的中间，因着大热心。当然，一开始伫即个耶路撒冷，伫遐真热心，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加。后来这12个学生当然是有补一个啦吼。这12个学生后来分散到伫世界各角落，
讲世界逐角落，其实是到伫即摆土耳其，到伫欧洲，到伫非洲、埃及的所在，甚至往东边到伫印度，因伫即个范围、即个区域、遮个区域中间，伫亚洲、欧洲、非洲，伫迄个地区区域中间，因伫遐努力传福音，安尼因到合而为一。我家己咧看遮个代志，我认为因犹原是做一个，因犹原是合作一体。因迄个做一个合作一体，是伫啥物款的基础？咱看因做因分线嘛，是搁做一个。我要用一个标语来讲起，就是用咱总会互咱的标语。咱总会101新培加运动的标语，就是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一个是大改变，一个是大使命。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耶稣的学生后来随往分散，总是因不约而同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因伫遐咧做啥物代志？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咱对我读一摆好无？这是总会互咱的标语呢。咱读一摆好无？预备来，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这个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，互这个学生虽往检测是做伙，也是检测是分散，总是因犹原，拢会不约而同伫圣神的感动内底咧做一件代志，就是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求主带领咱，检测咱伫无共款的团体，伫无共款的教会，也有无共款的事工的目标。总是咱有相款的是啥物？就是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咱求主引带咱，人甲人中间真趣味，随往人会做伙，总是咧，包括教会的团体、基督徒做伙，总是也有侪即款的故事，就是有一寡老牧者。因捌经营，也捌建立一寡机构，一寡就是福音的团队。后来经过5年、8年、10年，就有人去问这老牧者：你当初毋是有一个什么福音、什么团体、什么机构？即马咧，迄位老牧者安尼回答：莫阁讲啊，莫阁讲啊，啥拢莫阁讲啊。就有老牧者安尼讲。阮的迄个团体吼，被野心甲私心拆离了啊，被野心和私心撕裂了。咱求主带领咱，伫这中间，咱看见着讲，野心甲私心会将人美好的关系，将美好的同工、美好的团体，甲伊拆散、拆离。求主引带咱，随往咱期待咱的团体是会当亲像耶稣所讲，来做一个合作一，总是人内面的野心，人内面的私心，咱实在需要来注意。有的团体伫少年时代非常的理想，咱讲遐热血青年，一开始是非常的有这个目标，大家相约要好好为主做工。大家努力目标，希望这个团体毋通散去。经过5年、8年、10年，犹原会当来合作，会当继续伫这个福音的目标。总是经过一段时间了，经过钱的考验，经过权力的考验，甚至有会经过两性关系的考验了，因散去啊。伫少年时代非常的有
有即个理想，非常的有即个意向的团体，经过这个权力的试探、权力的考验、钱财的试探、钱财的考验、两性关系的试探、两性关系的考验了，渐渐人就变啦，渐渐，敢若亲像有侪这个代志发生，有的团体中间有野心勃勃的人，一个有机会就争要做老大，迄个去管竞争，是真侪团体挥之不去的痛。甚至有个人伊会讲，阮的专长就是啥物了？合纵与连横。我当时听人咧讲这时，我拢听无伊是咧讲啥。他说他们很擅长合纵与连横。若我较早读册吼，我读着迄款人咧讲着斗争的吼，我感觉伊是毋是咧讲这？因为咧斗争地方咧讲啥？联合次要的敌人，要去打击什么？主要的敌人，教会团体也咧后人安尼咧算嘛？我觉得这样不好呢。耶稣教示咱讲着凡事忍耐，凡事谦卑，温柔的心，总是咱求主引带咱，互咱伫咱团体生活中间。互咱伫教会生活中间学习，由原来追求耶稣所为咱所祈祷的，就是合做一，来做一个。当耶稣所讲天父上帝阳光降临的时阵，咱内面的野心、私心，我的感觉是，伫迄个上帝阳光中间，人的野心、私心。无法度来有好的作用。当人的阳光当上帝阳光显现充满伫咱中间的时阵，人要亲像伫迄个变化山顶。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已经看到耶稣阳光的体的时阵，后来因发觉着讲，因伫遐无看见一个人，只有看见耶稣。当上帝阳光降临显现的时阵，咱的心要只有仰望主耶稣。咱的野心、咱的私心，伫迄个所在，敢若亲像就无法度来作用。伫上帝气来中间，会治死咱内面的野心甲私心。迄款嫉妒甲纷争，伫上帝阳光的中间，也无法度来作用。咱拢无完全，无人会当讲咱内面的嫉妒、纷争、野心、私心，拢已经无去啊！咱毋敢讲，咱为着家己拍算，要建立家己的国度，迄款的心，已经拢无去啊！咱毋敢讲，总是咱不断的努力，求上帝阳光，求上帝的能力来充满降临伫咱中间。互咱内面遐个无完全、野心、私心，也是嫉妒、纷争背后的论断，拢伫上帝同在阳光中间渐渐消无，甚至伫教会甲教会中间无共款的神学、无共款的基督的教派，虽然有神学无共款的问题。但是也要因为伫心灵甲诚实的敬拜，得到天父上帝阳光充满，咱的教会甲教会中间，也要渐渐来做一体。咱求主引导咱，这是咱会当努力的目标，也是耶稣为着咱所祈祷的。好唔好？咱将咱头仔所讲，迄个总会标语，咱过来读一遍，咱就来结束。咱求主引带咱，互咱伫即个目标中间，
互圣神引导咱。虽望咱无一定是共款，总是却是一个合一的体。咱来过来读一摆吼，预备，请活出大改变，完成大使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伫咧圣的主日，阮做伙组织。主，你为着阮祈祷，来希望阮会当合作一，会当做一体。愿你的阳光充满伫阮中间来帮助阮。阮相信你的阳光充满，就要互阮来做一体，就要阮合作一。阮相信你的阳光、你的快乐充满伫阮中间，就要阮内面这软弱会当来消无。感谢主，愿你的话成就伫你的教会。安尼祈祷恳求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